點解供咗咁多年強積金，啲錢都仲係咁少㗎？退休仲夠唔夠使？唔通返工真係要返到百年歸老？大家好啊，呢度係香港樂齡指南，你嘅退休生活小幫手。有興趣嘅話，記得 like 同埋關注返呢個頻道，有好多退休資訊相關嘅會一直分享俾大家嘅。今日我哋嚟講下強積金先。唔係教你一夜致富，而係教你守住啲血汗錢，避免俾啲行政費越扣越細嘅。咁啊，退休之後嘅時候先至嚟醒一醒，哇！點解我唔早啲做啊？如果你有呢個諗法，覺得退休仲有十幾年，遲啲先搞啦，唔緊要嘅。今日我哋用個比較簡單嘅分享先，比較貼地嘅方法，而你亦都會容易操作嘅，教你去點樣慳翻一啲強積金入邊嘅行政費啦，增加少量回報啦。咁亦都會分享兩個朋友仔嘅故事，話俾你聽有管理同埋冇管理其實可以相差幾遠。咁呢個純粹教育分享，非投資建議。請務必諮詢翻專業嘅顧問。投資涉及風險，個人表現唔代表將來回報。首先想講一講而家強積金嘅現況。積金局喺2025年入邊已經有講緊突破咗1.5萬億嘅總資產。長期平均回報其實就4.2%左右，行政費之前係高達1.5%㗎。咁根據呢個政府統計處2025最新嘅通脹數據顯示，其實而家咧香港嘅通脹就大概1.7至1.8，其實變相咗啲錢咪有機會 keep 住縮水咯。咁其實喺香港人入邊咧，近半數嘅人都未優化過強積金嘅組合，咁你有機會錯失咗10至20%嘅潛在風險。咁當然啦，好多人呢一刻會諗，嘿，我都驚輸錢，一動不如一靜啦。咁不如我哋就睇下兩個朋友仔嘅故事有啲咩分別咯喎。有兩個朋友，一個阿 K，一個 Eden，咁都係典型上班族啦。25歲開始做嘢，月薪2萬5，每個月自己供加埋僱主供嗰各自5%，每個月儲2500。數學題嚟嘅啫。25歲儲到去50歲嘅話咧，計埋平均回報同埋佢哋嘅增長儲錢速度，呢個儲錢速度去到50歲就大約累積到100萬左右。咁當然呢個假設係基於冇特別去管理同埋市場冇特別波動嘅情況之下，就一個數學計出嚟嘅數值嚟嘅。佢哋都打算65歲退休㗎啦。好啦，咁先講一講阿 K 先。佢平時都好忙嘅，香港人係咪都忙㗎啦？全部嘅人都擺晒落去即係全部嘢都擺晒落去保守基金嗰度啊，回報大概2.5%，2.5%左右啦。咁安全嘅，大慢。佢因為安排想喺65歲退休嘛，由50歲去到65歲繼續乖乖返工儲錢，繼續儲嗰2500嘅強積金。我哋又嚟個數學題啦，之前嗰100萬加埋呢2500，加埋佢嘅回報，複息去計算嘅話咧，呢100萬去到65歲滾存到大概200萬嘅。根據一個叫做比較標準嘅提領率啊，即係喺你退休嘅時候，每個月或者每年要攞幾多個 percent 出嚟，大部分都係4%嘅。如果用200萬去乘4%，除翻12個月，每個月就大概拎到6600左右。但係問題嚟啦，IFPHK 2024都有一個統計數字顯示，香港嘅退休生活咧，每個月開支嘅平均都係講緊14700蚊。唉，咁我先得嗰6000幾蚊，夠唔夠使啊？每年嘅缺口，如果我真係要維持1萬幾蚊嘅開支嘅話，每年嘅缺口就大概會係96000左右，即係你嘅資產淨值每年縮水96000。連埋通脹預算係1.8或以上嘅話，其實20年啲資金好容易耗盡㗎啦。阿 K 就當然喺退休嘅時候就會好擔心啦。而家佢連買斤菜都會比較計較，每樣嘢都會計到好盡。莫講話退休想去多啲旅行啊！
連想做自己想做嘅事都比較難。另一邊廂，我哋可以睇一睇 Eden 啦。咁啊，Eden 佢就早期就已經開始優化自己嘅強積金。最近佢就研究埋 eMPF 嘅平台轉低收費嘅基金㗎啦。咁由行政費1.5%就減到去0.37嘅。咁其實 eMPF 推出之後咧，佢哋就平均嘅費用大部分人都減少到36% 左右。整體其實成個平台嘅設計都係維持長期嘅低收費，希望大家都可以上去 eMPF 嗰邊了解多少少啦。咁但係呢個故事想講嘅就係，如果同樣地去用100萬去計算，如果佢可以由行政費1.5減到0.37，其實講緊每年嘅開支減成11,000左右㗎。咁啊，當然值得要提嘅，佢仲會做埋自己嘅主動嘅資產管理配置啦。咁佢嘅配置方式就係60-30-10嘅，60% 就擺咗落去股票型基金。30% 就會擺落去債券型嘅基金，10% 就擺咗落去貨幣市場入邊相關嘅基金。咁整體回報佢又拉升咗去到4.5%。我哋對比一下阿 K，其實阿 K 嘅平均回報係2.5，但係 Eden 嘅平均回報就為4.5。同樣地，如果係可以由50歲去到65歲，每個月儲緊2500蚊嘅話，佢其實頭先講緊嘅嗰100萬就會儲到去257萬㗎啦。每個月嘅收入同樣地想攞4%，分別就會好大啦，因為佢每個月就攞緊8500蚊左右㗎啦。咁當然佢資產淨值都係會減少嘅，因為距離佢哋香港平均嘅開支14,700蚊，始終都有段距離。但係佢減少嘅速度就少咗好多，每年嘅缺口就大概係73000左右嘅啫。咁啊，都係嚟個數學題，基於所有數字嘅反應呢，佢大大減低咗20年就會耗盡晒自己嘅強積金嘅風險，就算計晒所有通脹都好。咁變相咗佢剩低嘅錢，咪可以做佢自己想做嘅嘢，包括去旅行啊，學下自己想學嘅興趣班，呢啲都係佢想要到嘅生活嚟嘅。嚟到呢度，咁啊，大家可以睇一睇我個頻道啦。咁今次呢段片就關於強積金嘅，亦都有其他嘅片段陸續會發布俾大家，咁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最尾一樣嘢就係，究竟點樣先可以最簡單我哋做咗先呢？咁做咗先嘅嘢，其實我哋優化強積金好簡單，幾個步驟嘅啫。首先第一樣最重要嘅就下載返一個 eMPF 平台嘅 Apps 啦。咁大家可以去佢哋嘅網頁嗰度參考一下嘅。咁啊，註冊好簡單，全免費。咁啊，入到去睇一睇自己其實有啲咩強積金，將一啲高收費，例如高過1% 嘅轉返去同類型低收費嘅基金。咁你就會發現自己唔經唔覺就會慳咗好多㗎啦。咁當然第二樣嘢，我哋要追求增加回報㗎嘛。咁當然，但係你亦都要留意投資涉及風險啦。咁啊，分散風險嘅時候，MPFA 亦都有啲模擬工具係幫你輸入返你哋嘅年齡、你哋嘅百分比，例如咁啊60-30-10%嘅分配嘅話，究竟我哋可以會得到啲乜嘢回報嘅？咁啊，如果有一個良好嘅投資組合嘅話，唔單止可以對抗到市況突如其來嘅變動啊，亦都可以對沖到個通脹嘅。咁啊，詳情當然之後可以再錄啲詳細實際操作俾大家。咁最尾呢一樣嘢都重要㗎。咁唔好成日覺得強積金啲錢唔係自己嘅錢啦。其實既然香港有一半嘅人都仲未去管理過自己嘅強積金咧，我哋都建議大部分人每年都攞出嚟睇一次，用下一啲網上嘅計數機計一計，哦，原來我而家呢嚿錢去到10幾年之後會發生啲咩事咧？我距離我希望嘅退休生活又會係爭幾多咧？好，今日嚟到呢度先。咁啊，
其實就大部分香港人都仲係 keep 住喺一個保守模式啊。咁其實今次嘅分享都係想大家開始坐言起行，行出第一步。咁啊，之後會陸續會分享更多嘅資訊俾大家。我嘅頻道最主要都係一般教育資訊，非投資建議啦。咁啊，所有數據都係嚟自網上面嘅公開資料嚟嘅。我哋安排退休最緊要退而無憂啊嘛。咁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